67歲嘅老人家食咗冰箱裏邊未過期嘅瑞士卷之後，出現發燒、胃痛、乾嘔等等症狀之後，不幸去世。72歲嘅張大爺食咗冰箱裏邊隔夜嘅飯菜之後，開始頻繁腹瀉，跟住病情加重，出現神志不清，注入咗 ICU。55歲嘅李女士食冰凍肉，頭痛到想撞牆，最終確診感染腦膜炎。呢3個病例都同一個兇手有關，就係李斯特菌。李斯特菌咧通常就叫做冰箱殺手。好多感染咗事件嘅發生，都係因為啲人食咗被李斯特菌污染咗嘅冷藏即食嘅食品，而且李斯特菌蝦軟爬硬，專門蝦嗰啲 BB 仔、孕婦、老年人，仲有一啲免疫力低下嘅人群。我哋知道好多老友咧，經常食啲隔夜菜，慳得慳啊嘛。有啲係怕浪費啊，有啲係怕麻煩啊嘛，乾脆一次做夠2日嘅菜，第2日加熱再食。你特別係呢啲老一輩嘅人家咧，慳慣咗嗰啲剩菜咧，熱咗一餐又一餐。雖然話慳係好嘅，慳得就慳，但係啲剩飯剩菜你盡早放喺冰箱，一旦你確定係食唔晒，就應該即刻將佢密封好，放落冷藏室裏保存。最長但係都唔好喺室溫下超過2個鐘頭，一定要攞保鮮膜或者啲保鮮盒將個封好包好，唔好就咁成碟菜咁直接放落個冰箱度。一嚟防止串味，二嚟可以防止污染其他乾淨嘅菜品。而且嗰啲綠葉菜最好唔好剩。隔夜蔬菜裏邊亞硝酸鹽嗰個濃度會增加，唔單止營養價值降低仲增加咗有害物質嘅攝入。而且隔夜菜你再次食用，你一定要徹底加熱後先至安全。無論邊種保存方法，你放得越耐，剩得越耐，營養價值就越低，食用個風險就越高。比起嗰啲講究嘅9大簋一切啱啱好，先至係勤儉又健康。